好多人長期單身，唔敢拍拖，其實好多時都係俾自己嘅潛意識影響，自己仲未必知。呢條片等你親身感受下潛意識嘅威力。你睇緊嘅時候，有冇試過突然心一沉，或者成個人即刻崩晒？心理學話呢啲反應好多時就係潛意識俾你嘅信號。潛意識其實好醒目，會幫你避開傷害。當你遇到令你冇安全感嘅人，身體會自動退後，提醒你保護自己，唔好再受傷。但潛意識都有壞處，有時佢保護過度，反而令你錯過真正適合你嘅人，甚至不斷重複同一種感情死循環。所以如果你想唔再俾潛意識控制感情，第一步一定要認清自己。喺青藤之戀，你可以做一系列心理測試，揾出你潛意識入面嘅戀愛模式，睇清楚自己真正想要邊類伴侶，再加埋實名同學歷相認證配對，幫你識到真實又可靠同你真正夾嘅人。認清自己嘅戀愛模式，學識保護自己，亦都學識勇敢去愛。想揾優質戀愛，就上青藤之戀啦！用戶全部要做人臉比對，杜絕假身份，科學解碼，揾啱你嘅人。